嘉义县政府临时开始启动公务人员分流上班，县政府的大门口嘛设一个临时的办公区哦，让县政府员工会使方便来服务民众，嘛来减少风险。来县政府办代志，进前爱量体温、实名制，才当去相关科室办业务。不过，家己县政府行人来去，可能造成疫情传播。即马伫门口设置临时办公区，民众只要伫遮等，相关业务的人员就会出来直接。老人讲，你会使去就摕另外一个，跟换证件，你听我意思无？现在这样子的话，管控会比较严格啊，那让我也比较安心一点啊，也不会没有什么不方便啦。除了减少民众伫来办公大楼，伫确诊案例出现了后，家己县政府联名启动分流上班的机制，利用红青2种色水的识别证，辨别两位办公区域的工作人员。一般民众的识别证又搁无共识，希望方便管控人数，减少传播的风险。只要民众有洽公，我们先引他们到我们的座位入座完以后，我们会连接的，请我们各科室的负责同仁来就地来跟他们做服务的一个工作。县政府强调，公务人员是防疫的主要部队，分区办公会当减少感染的风险，保持行政系统继续运作。而且，这两区拢有协助处理代志的人员，民众的权益未受到影响，而且民众尽量配合防疫的相关规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